係 Victoria， 今日咧我會帶大家去深圳一日遊㗎，同埋咧最近咧我隻眼咧成日都好乾，因為成日都戴住 con 啊，所以咧我順便會去深圳檢查一下嘅，順便去揼骨啦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即刻出發。羅湖站行過嚟，其實5分鐘就到。見到愛康健口科過對面，沿路都好多指示牌。見到呢個電梯位，直上就會見到深圳希華愛康健醫院。之後轉影片中嘅左手邊，行2分鐘就到達啦。醫院喺中國內地擁有60多間。今日我就係睇眼科，要做3樓。呢度講明唔使等，預約咗就即刻有得睇。醫院其實係由世界級名醫林順潮教授建立㗎。呢間醫院真係好高端，可以媲美到香港嘅私家醫院一樣啦。但係費用只需係香港一半咋。今日我要做嘅項目係眼病色檢，進行基礎視力嘅檢查先，之後做埋眼疾檢查。大家要提早識別眼部嘅疾病啦。呢度嘅醫護全部都係講廣東話㗎，唔識國語嘅都唔使擔心，而且佢哋都好細心專業啊。醫院嘅總面積有1萬平方米，設施完善，環境好優雅，望落去真係好高級㗎。咦，唔講唔知喎，原來除咗眼科之外，佢哋仲有好多唔同嘅醫療項目，包括有內科、外科，甚至連婦科都有啊。驗完眼之後，想即刻配翻副新眼鏡，喺呢一度都可以幫到你。醫院亦都同好多唔同嘅集團合作，簡直係信心保證啊！好啦，搞掂晒之後就落到樓下配翻眼藥水就可以走咯。下一站我哋就去咗江夏新開嘅按摩店，哇，200幾蚊就可以按摩到60分鐘啦！我今晚一於喺度瞓先，拜拜。